相信大家对着立陶宛印象上深的，就是因伫咱疫情困境当中送疫苗予咱，嘛时常伫国际舞台替台湾发声。所以，这回来自立陶宛、约纳瓦甲克莱佩达两位市长，拄在台湾面临外交挑战的时，特别来展现国际友谊，嘛特别到台南拜会市长黄伟哲，希望全力推动两市的城市交流。即将在明年2024年，庆祝台南400年。那当然，我们作为一个台湾的第一个城市，也是文化之都，热诚的欢迎来自各地的好朋友。我非常感谢立陶宛在国际上对台湾的支持，也非常感谢在疫情期间捐赠了台湾疫苗，能够让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，台湾能够多一层保障。作为一个科技城市，也做一个文化古城，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邀请立陶宛的贵宾来台南多做参观与访问。据了解，目前台南已经有超过40个国际知名的城市，特别台南要迎接400栋的古都，其中克莱佩达更是有700栋的悠久历史，所以其台双方拢伫高城的基础来交流如何发展智慧科技新城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